佢嗰個點，因為我哋係中意佢嘅胸盤，你又中意佢嘅身材。咁我睇3比到嚟啦，真係比利鹹入波啊，犀一利！講比利鹹就入波啊，講多幾個球員俾我哋。係啊，開多幾個啊，相當之犀利啊！入波嘅就係我哋右攻左啊號嗰度啊。咁啊，雖然一路晉級落嚟咧，就好多場都係比分上面係拉唔開啊。咁但係今日咧嚟到呢一場關鍵嘅4強賽咧，佢都係先入波嘅一方。見到阿豪都係用個比利鹹用得好好㗎，都係右腳射翻個地波啦，龍門捉到老唐個球速太快。嗰個40分鐘㗎啦，咁啊左邊83嘅英格蘭咧要追咧就係可能係最後一個攻勢㗎啦。阿利簡尼，比萊薩卡會唔會自己扭？想自己去啊，可惜啊，拉斯福特難到啊！咁但係就到呢邊啦，羅斯福有機會打個反擊，前面跑得好快，越咗位嘅，咁亦都係呢個波咧係交唔到上去，波斯巴波咧係有一個機會啊，做最後一擊喎。係啊，見到呢邊83會唔會上半場完之前整翻好啊？薩卡用咗佢右腳啊，唔係好熟啊隻右腳，因為始終佢都係左腳球員。佢呢個二傳嘅角球啊，可惜失敗咗。好似1分鐘啊，可以試個遠射咧。好，羅山，哎呀，呢個係講勁射啊！比利鹹轉兩轉俾翻迪格懷斯，唔攻就冇㗎啦，向後。最後1分鐘，佢唔對咗落去啊，可惜啊！佢都即刻清一清啊，唔慳呢啲孤寒波啦。呢啲位佢又冇辦法嘅，因為個波一向後傳嘅話，球證基本上就吹雞㗎啦。變咗個選擇好少啊，即係我向前，對面又得住晒，自己扭亦都係唔夠靈活。咁亦都係變咗最後一擊係有啲無功而還。咁啊，不過見到咧幾個玩家咧，其實角球都中意真係俾長波等個頭槌喎，即係咪依家頭槌係犀利咗咧？係啊，因為其實而家角球咧係有一招好特別嘅，就係斬出嚟 P 一 lock 做個二傳俾個小禁區嘅進攻球員，佢即刻射嘅。但係兩個選手都唔係好敢用呢招，因為如果失敗就輸個反擊，同埋個控球權會俾咗對方。所以見到呢場4強，大家都踢得好謹慎。咁嚟到下半場啊，換咗邊啦！而家我哋睇到紅衫左攻右咧，就係領先緊嘅阿豪。咁右邊啊，防守緊白衫嘅咧就係 Cross the Boy 啊！而家就半場嘅啫，所以對於兩邊嚟講咧，即係尤其對於 Cross the Boy 嗰邊咧，就絕對有足夠時間去後追嘅。係啊，講緊都係1球上落㗎咋，同埋我哋而家淘汰賽去到6分鐘半場，5至6分鐘半場，好時間係好充足㗎。好靚喎！呢個薩卡頂頭就俾到哈利簡尼，再入去可以射靚㗎。不正話舒服啊！舒福特嘅招牌動作啊，做翻個都係俾佢揾嗰個近處嘅趟射位啊！阿豪見到上一場佢8強嘅時候，好多時候揀咗普通射波啊，因為射地波都冇揀趟射，今次一用趟射入波。達哥，聽講你都好多獨門絕技咁樣，整翻2招俾咁多位選手啊！我覺得啱啱白衫嗰個咧，其實佢未啱埋條機會咧。如果嗰下係用呢個 low driven 波啊，即係佢射個地波咧，係有機會入嘅。係啊，所以但係佢都諗咗一輪啊，因為佢薩卡可能佢左右腳佢嗰個位擺唔到佢左腳，佢用右腳射會爭少少咯，所以變相嗰個機會就冇咗。但係唔緊要，時間仲有，而家去到56分鐘啫。咁啊，你見到啦，紅衫唔同你去啦，慢慢猜住先啊，寧願咧保持個控球權啊。係啊，領先緊2球就唔需要心急，亦都咧係因為有個界外球嘅關係，所以兩邊選手咧係得過一個換人，同埋咧有一個戰術調整嘅機會。呢邊 Crossbar 按耐不住咯喎，將嗰個防守壓迫度調到70喎。係啊，70都係好搏㗎啦，因為而家時間係57分鐘㗎啦，講緊輸多1球反擊就好難追㗎啦，真係。咁但係對佢嚟講咧，喺剩翻呢30分鐘左右嘅遊戲時間，佢係起碼要追2球啊，所以都壓力係有啲大啊，係時間上面咧俾到佢嘅壓力，需要加快個節奏啊！見到2位選手咧，佢殺到入嚟4強，一個係完全踢順境波，一個完全踢逆境波殺到入嚟嘅。但係今場調翻轉喎，睇埋呢邊阿豪先。哎呀！哇，係咪就係個防線推前咗，俾咗阿豪？我哋左邊嘅拉舒福特有一個咧係直線突破嘅機會。
係啊，見到佢都好果斷啊！佢今場入嘅波3個射波方式全部呈現咗俾各位觀眾，一個係追分數啦，一個係趟射啦，一個係普通射波。見到佢好多板斧嘅射波，咁亦都係起到好好嘅效果啦。當然有兩球舒服啲嘅12碼點，而啱先嗰球咧，其實角度唔係太多啊。講真，龍門亦都係出到一半，咁但係佢亦都咧冇太多嘅動作啦，冇話宰上級，冇話咧係想等中間隊友嘅支援，都係好果斷自己起腳。好瀟灑喎，繼續扭到落去，哈利簡尼轉唔轉？哎呀，可惜俾人打荷包啦。咁啊到白衫嘅反擊啦，可惜啊，亦都俾人斷咗。呢個時候危險啊，薩卡呢位個底線唔出住，再俾咗上去，哇！一下後抽啊！直接係後爭俾個波啊，好咩越睇越順嘅。反而咧就佢個波又未揾到個入波嘅機會，呢個嘅直傳靚啊，俾到左邊同樣有出突啊，但係呢個後爭有少少操作變形啦，可能4強賽贏就下一輪，輸就係告別我哋呢個足球皇帝天賽嘅舞台㗎啦，所以呢球波有少緊張啦，大澳波出界，不過唔緊要，睇埋呢邊紅衫個攻勢守唔住，守到仲有2-3個進攻機會，把握到仲有好仔講。71分鐘㗎啦，呢下薩卡會唔會硬個地波出嚟咧？想斬出嚟啊，可惜啊！所以呢個腰位波啊，睇下即係有冇機會塞到去小禁區嗰度咧，製造到啲混亂。都係可惜啦，呢度支波咧俾對面打咗個荷包。再次咧係見到紅衫啊號嗰邊咧有一個嘅攻勢啊，拉緊人去中間入接，有個溫中飄上去啊！越中衞，見到頭先阿浩咧用一個好高階嘅操作，呢幾集先有嘅就係 L1。控制個球員跑位，下面有條直線，向左向右跑就根據條直線嘅方向去跑。基本上8強選手係得佢一個係用呢招，所以見到佢都好有信心啊！嚟到4強都用一啲用錯率比較低啲嘅招數。可唔可以追翻球？好波啊！77分鐘追翻球啊！都係白衫嘅華舒福入咗球啊！3-1。咁啊，以呢隻 game 嘅節奏咧，你話追唔追都好咧，係絕對係有咁嘅可能性。係我哋啱先另一位選手阿華啦，就係又係差唔多呢時間發力，即係差唔多80分鐘咧，佢連入2球係反超前咗嘅。嗰場佢係本身輸1-0啦，最後係2-1進咗級㗎。咁所以就對於佢嗰波嚟講咧，就絕對仲有機會啊！不過就需要每一球都係要把握住啊。例如呢一球咧，就不容有失可以話係。咁咪去翻左路咧，阿利簡尼自己中間去真係去翻左路啦。咁啊一路有跑位啊，靚嘅直線趟住，再俾落去，有個機會射，可惜啊，俾紅衫嘅斬中咗中堅啊！係啊，見到都嗰個好埋牙㗎啦，見到嗰個進攻，但係始終紅衫都防守球員好多喺後邊啊，揾到射門機會都係俾佢搏到。喺紅衫呢邊會偷多一球啦。要埋去左邊啊，先福特，吸一吸先啊！白衫又嚟一次反攻啦，打荷包，阿利簡尼俾咗落去啊，可惜啊，爭少少啊，一個過頭波啊，咁俾紅衫嘅球員啊，中堅啊撈到啊！咁啊嚟到88分鐘啦，浩咧都決定放慢佢嘅節奏啊，因為始終對佢嚟講領先緊2球。呢一個時間咧就好大機會係能夠笑到最後啊！唔想俾對面咧有太多嘅攻勢。係啊，呢個比賽對阿浩嚟講都好具意義嘅，因為我據聞就係第一次呢個本地嘅大賽入到決賽啊，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最佳嘅成績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衝擊到個冠軍啦！好，我哋恭喜阿浩啊！咁啊，亦都係佢好犀利喎，其實個進攻能力，即係睇到咧佢每場比賽啊，無論係最後結果係點，起碼佢入到3球嘅。係啊，一路以為佢淨係識打逆境波，原來順境波都係打得好好㗎。咁睇下我哋大賽經驗最高嘅阿星會唔會喺決賽度會有啲咩火花出嚟啦？係啊，咁啊阿星啦同埋阿浩咧就2位都係我哋之前擂台賽10連勝嘅選手嚟嘅。
哇，咁犀利嘅！係啊，因為我哋之前咧其實喺連勝喎10連勝啊，即係我哋有5個禮拜咧喺度逢親啲禮拜6日啊，公眾假期咧就喺度擺檔啊，我哋有個擂台賽就公開可以參加，咁啊亦都係最高啊，贏最多就係10連勝咧，咁啊贏咗本身已經係有價值港幣1萬蚊嘅 F 現金券嘅啦，咁啊其實我哋擺咗12日啦，都係得7位選手係可以攞到10連勝。係。因為中間其實唔容易啊，唔單止要面對嚟自啲五湖四海朋友嘅挑戰啊，中間要打低埋 Ronnie 係啦，冇錯先可以嘅，所以係我都揀咗好多個唔同選手㗎，所以佢哋嗰個進攻套路啊、防守套路啊、踢法啊、慣用嗰個招數，我全部好理解。所以睇呢場決賽，我哋攞過好多本地大賽冠軍話星啦，對住一個新嘅挑戰者，我哋叫新血啦，會唔會頂得住佢嗰個防守反擊啦，或者係啲邊路嘅爆破？冇耐之前我就先喺另外一個大賽見過星啦，咁就見證住佢攞過一個 champion 嘅。係啊，今年似乎都仲係佢嘅年份喎。嗱，問下 Ronnie 啦，即係賽前啦，兩位選手你啊叫做今年同佢哋各自交手過啦，講緊就係喺我哋屯門市廣場呢度，你亦都係喺例如今日咧睇過兩邊選手啦，即係各自8強、4強嘅發揮。即係如果你分析下或者預測下呢個對局，你會即係點睇咧？我自己覺得就睇下